1966年世界盃喺英格蘭舉行，對英格蘭足球嚟講，呢一屆有極重要嘅象徵意義。英格蘭被視為現代足球嘅發源地，世界盃終於回家，而且最終由主辦國英格蘭喺溫布萊球場捧起雷米金杯，成為英格蘭足球史上最光輝嘅時刻之一。呢屆賽事充滿戲劇性、爆冷、爭議同經典場面，既有北韓淘汰意大利嘅驚天爆冷，亦有葡萄牙球王尤西比奧嘅橫空出世，更加有決賽入面 Hersey 嘅帽子戲法同極具爭議嘅溫布萊入球。1966年世界盃之前呢，英國球隊曾經長時間拒絕參與世界盃，認為足球本來就係英國人嘅運動，無需透過世界盃證明自己。英格蘭首次參加世界盃係1950年，當時卻爆冷輸俾美國，成為國際足球史上其中一場著名冷門。到1966年，時代已經改變，英國帝國光環唔在，倫敦亦正進入60年代嘅流行文化高峰。The Beatles、The Who 等樂隊改變青年文化、迷你裙、流行音樂同新一代城市氣氛，令到英格蘭社會進入一個充滿自信但又正在轉型嘅年代。足球喺呢種背景底下迎嚟世界盃，令 Football Comes Home 變成一種文化同身份象徵。英格蘭由南西執教，佢早於1963年已經公開表示英格蘭會贏得世界盃。當時好多人覺得佢過分自信，甚至係妄想。不過南西堅持自己嘅足球理念，放棄傳統逆風，改用更有組織、更重中場控制嘅4-4-2。呢個安排呢，後來成為英格蘭成功嘅重要基礎。英格蘭隊陣中呢，有波比摩亞、波比查爾頓、Hersey、羅渣亨特、洛比史泰爾斯、哥頓賓史等主力。佢哋唔一定係最華麗嘅球隊，但係紀律嚴明、組織完整、防守穩健，喺主場氣氛推動下，逐步走向冠軍。呢屆世界盃共有16個國家參賽，賽事喺英格蘭7個城市、8個球場舉行。主要球場包括倫敦溫布萊、白城球場、曼徹斯特奧脱福、利物浦葛迪遜公園、石洲三嘅希斯堡、伯明翰維拉公園、新特蘭諾加公園以及米杜士堡艾亞蘇美公園。雖然倫敦係首都，但係除咗溫布萊同白城之外呢，大部分嘅比賽分散喺英格蘭北部同中部，令整個國家都參與到呢屆世界盃氣氛之中。呢屆世界盃總入場人數超過156萬，平均每場入球約2.8球，總共進行32場比賽。外圍賽階段出現重大政治同制度爭議。60年代初，非洲多個國家相繼獨立，理應開始喺世界盃舞台上佔有更重要位置。不過1966年世界盃外圍賽制度對非洲、亞洲同大洋洲球隊極不公平。非洲15個國家原本參與競逐，但國際足協只分配極少名額俾非洲、亞洲同大洋洲共同競爭，結果所有非洲球隊集體退出抗議。呢次抵制令到北韓同澳洲有機會競逐出線，最終北韓以總比數6-1擊敗澳洲，成為自1954年南韓之後第一支打入世界盃決賽周嘅亞洲球隊。非洲集體退出呢，亦都成為世界盃歷史上一個重要嘅轉折點。後來國際足協呢，逐漸重新檢討各州名額分配，分組抽籤，亦都帶有當時嘅地理同埋政治考慮。國際足協按地區同實力因素安排種子及分組，南美球隊、拉丁歐洲球隊、歐洲強隊同較小型國家被分散，以避免同一地區球隊過度集中。主辦國英格蘭同衛冕冠軍巴西自動被安排喺指定球場比賽，令賽程同地點更易管理。呢種所謂地理帽安排反映咗當時世界盃仍未完全以現代透明抽籤形式運作。分組賽初段呢，英格蘭首場呢同烏拉圭踢成0-0嘅。呢場比賽呢，延續咗世界盃開幕戰經常入球少嘅傳統。雖然主辦國未能即時取得勝利，但英格蘭之後逐漸進入狀態。另一邊廂，巴西作為衛冕冠軍，擁有比利等球星，原本被寄予厚望，但佢哋喺小組賽受到粗暴攔截同對手針對性防守影響。比利先喺對保加利亞嘅比賽受傷，之後對葡萄牙再被侵犯，最終巴西早早出局。比利甚至一度表示自己唔會再參加世界盃，反映呢屆賽事嘅身體對抗同執法尺度極具爭議。匈牙利對巴西一戰呢，被形容為精彩絕倫。匈牙利雖然已經唔再係50年代魔法馬扎爾嘅巔峰球隊，但仍然踢出技術出色、節奏明快嘅足球。
喺利物浦葛迪遜公園，匈牙利以3-1擊敗巴西，令衛冕冠軍陷入危機。呢場比賽令到觀眾重新見識到匈牙利足球嘅高水平組織同埋進攻能力，亦都象徵巴西第一代黃金時期暫時落幕。最大冷門出現喺米杜士堡，北韓喺小組賽最後一輪面對2屆世界冠軍意大利。賽前幾乎冇人相信北韓有能力威脅意大利，但係北韓踢得充滿紀律同鬥志。北韓上半場入球，以1-0爆冷擊敗意大利。意大利2位重要前鋒馬佐拉同李維拉未能發揮，球隊攻勢受阻，而隊長保加尼又因傷離場，令意大利陷入更大困境。呢場勝利令北韓成為世界盃史上最令人難忘嘅黑馬之一，亦都令意大利回國時候受到極大批評。8強戰更加激烈，英格蘭對阿根廷一戰喺溫布萊上演，成為充滿爭議同埋火藥味嘅經典戰。天氣炎熱，雙方身體碰撞頻繁。阿根廷隊長拉廷因為抗議球證判決被逐離場，但佢拒絕即時離開球場。事件令到比賽停頓多分鐘。英格蘭最終靠科士入球，以1-0晉級。賽後英格蘭領隊南西形容阿根廷球員似動物，引起南美強烈不滿。阿根廷同烏拉圭媒體均質疑歐洲球證偏幫歐洲球隊，甚至出現陰謀論。拉丁美洲普遍認為2場8強判決都對南美球隊不利，令呢屆賽事嘅裁判爭議延續至今。另一場8強，西德以4-0擊敗烏拉圭，表面上比數一面倒，但比賽過程比結果複雜得多。烏拉圭開局表現不差，甚至有機會領先，及後烏拉圭球員先後被逐，令到比賽形勢完全改變。西德大勝晉級。呢場比賽同樣加深南美對裁判尺度嘅不滿。葡萄牙對北韓嘅8強係另一場世界盃經典。北韓開賽之後竟然領先3-0，令外界以為另一場神話即將誕生。但葡萄牙擁有尤西比奧，呢位嚟自莫桑比克代表葡萄牙嘅前鋒，展示出驚人射術、速度同心理質素。佢連入4球，帶領葡萄牙反勝5-3。北韓雖然未能夠再創奇蹟，但佢哋喺呢屆世界盃嘅表現已經成為歷史傳奇。尤西比奧最終以9球成為神射手，亦成為1966年世界盃最耀眼球星之一。蘇聯對匈牙利嘅8強被稱為東歐決賽。蘇聯門將列夫耶辛雖然已經36歲，但仍然展現世界級水準。蘇聯以2-1擊敗匈牙利，首次打入世界盃4強。耶辛喺今屆賽事再次證明自己係足球史上最偉大門將之一，被稱為八爪魚，亦都成為蘇聯足球黃金年代嘅象徵。4強戰入邊，英格蘭對葡萄牙被視為全屆最高水平比賽之一。葡萄牙由尤西比奧領軍，功力強大，但英格蘭安排洛比史泰爾斯緊盯尤西比奧，成功限制佢嘅發揮。波比查爾頓呢成為比賽英雄，梅開二度，帶領英格蘭以2-1擊敗葡萄牙晉級決賽。尤西比奧呢雖然憑12碼追翻1球，但未能夠阻止英格蘭進入溫布萊決賽。葡萄牙雖敗猶榮，最終喺季軍戰擊敗蘇聯。尤西比奧同隊友科魯拿等非洲背景球員，亦都令到葡萄牙足球喺世界舞台上邊獲得新嘅地位。另一場4強，西德對蘇聯喺葛迪遜公園舉行，比賽充滿身體對抗。蘇聯主力沙保受傷，戰力大受影響。西德以2-1淘汰蘇聯。年僅21歲嘅法蘭斯碧根包華喺呢一屆賽事嶄露頭角。佢既有防守能力，又能推進組織，成為後來世界足球史上最具代表性嘅自由人雛形。決賽喺1966年7月30日喺溫布萊球場舉行，由英格蘭對西德。西德早段由哈拿先開紀錄，英格蘭隨即由赫士追平。下半場馬田彼得斯為英格蘭反超前，但係西德嘅韋伯喺完場前追成2-2，比賽進入加時。加時階段最具爭議一刻出現嘅，赫士射門擊中橫梁之後彈落地，球證迪恩斯特詢問蘇聯旁證巴克拉莫夫之後，判定皮球已經越過白界，英格蘭領先3-2。呢個入球至今仍然係世界盃史上最大爭議之一。其後赫士再入1球，完成帽子戲法。英格蘭以4-2擊敗西德，首次亦都係至今唯一一次贏得世界盃。英格蘭奪冠成為國家神話，隊長波比摩亞高舉雷米金杯嘅畫面成為英格蘭體育史上最經典影像，
南西嘅預言成真，4-4-2陣式亦都得到證明。Percy 成為唯一一位喺世界盃決賽完成帽子戲法嘅球員，而波比查爾頓、波比摩亞、哥頓賓士等人則成為英格蘭永恆英雄。不過決賽第3球是否越過白界，至今仍然被反覆爭論。有觀點甚至認為，如果嚴格計算正常時間，西德最後一個入球本來可能唔應該出現，而英格蘭嘅第3球又存在疑問，所以真正比數仍然係歷史迷思。1966年世界盃亦都係第一屆擁有官方吉祥物嘅世界盃，名為 Willie 嘅獅子吉祥物，由英國插畫師設計，穿上英國國旗顏色球衣，象徵英格蘭同英國身份。自此之後，世界盃吉祥物成為每屆賽事重要文化元素。總括而言，1966年世界盃唔只係英格蘭足球嘅巔峰，更係一屆充滿時代氣息嘅賽事。佢反映60年代英格蘭文化自信、世界足球權力轉移、非洲足球爭取公平席位、亞洲球隊首次震撼世界、南美同歐洲對裁判制度嘅矛盾，以及現代足球戰術演變。北韓嘅奇蹟、尤西比奧嘅傳奇、碧根包華嘅崛起、耶辛嘅最後光芒、阿根廷與英格蘭嘅火爆對抗，以及溫布萊決賽嘅爭議入球，共同構成1966年世界盃獨一無二嘅歷史地位。英格蘭最終將世界盃留喺足球故鄉。當年北韓嘅參與更加係引起好大爭議性，因為當時西方國家同英國都唔承認共產國家嘅地位，英國更只係承認南韓。但最後呢，都同國際足協達成協議，批准北韓參賽，但係就唔會有好多官方嘅外交待遇，但最後都可以俾北韓國歌同埋旗幟升起，可以話係達成一個體育同政治分開嘅外交處理方式。但呢屆賽事真正留下嘅唔止係冠軍，而係一連串足以被後世反覆討論嘅足球故事。